聖博德 （Saint Patrick）， 愛爾蘭嘅主保聖人。佢大概喺公元4世紀末出世，傳聞話佢祖籍係羅馬，家族一直住喺英倫三島嗰邊。據聖人自己講，佢16歲之前過住好世俗嘅生活，對天主完全唔認識，從來都冇諗過要獻身侍奉天主。年約大約15歲，佢嘅人生發生咗好大嘅轉變，俾愛爾蘭海盜捉走咗，賣去愛爾蘭做牧羊嘅奴隸。喺長達6年咁辛苦嘅勞役生活入面，佢又餓又凍又孤獨。但係呢段苦難反而令佢喺靈性上有好深嘅覺醒。佢開始日夜向天主祈禱，就算係落雪定係打風落雨，每日祈禱成100次咁多，將呢啲苦難當係天主嘅引導，信仰變到非常堅定。6年之後，佢喺夢入面收到天主嘅啟示，成功逃走，行咗200英里，到達海岸，全靠天主嘅眷顧，排除萬難，終於返回故鄉。不過重獲自由，同屋企人團聚咗冇耐，佢喺異象入面聽到愛爾蘭之聲，求佢翻去嗰笪曾經奴役佢嘅土地。為咗回應呢個神聖嘅呼召，佢去咗歐洲大陸讀神學，之後晉鐸升做神父，仲被祝聖做主教。聖博德帶住無私嘅愛與寬恕，重返愛爾蘭，展開長達幾十年嘅福傳生涯。為咗愛爾蘭民族嘅福傳工作，風塵僕僕，不辭辛苦，到處建造教堂，創立修院，以培育神職人才。例如最著名嘅傳說，用當地嘅三葉草來解釋三位一體嘅奧秘。愛爾蘭整個民族最終依賴聖人嘅努力，全部歸依了天主教。聖人成功嘅主要方法就係一切都依靠上主嘅安排。佢成日話：我已經將一切交託喺天主手中。佢用謙卑寬恕嘅愛同奇蹟一樣嘅傳教成果，成功改變咗成個愛爾蘭嘅信仰同文明，被後世同全球信徒尊稱做愛爾蘭嘅主保聖人。多謝大家今日嘅收睇。如果你哋覺得今日嘅分享有意義，請分享俾你關心嘅朋友。願天主保佑我哋。